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我是台湾牛，我是一只台湾牛，见着爸就拖咧走，拖台湾一片旱之地，看看会出头天未？旱时仔囝若出头，就免甲人计较。就免目屎流。我是一只台湾牛，永远唔惊无犁通拖，拖甲唔知走，拖甲年老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23集，分享的是嘉义的萧定春老师所带来《我是台湾牛》。先来去邀请萧老师为大家来讲解这首诗创作的背景，也有伫这首诗内底台语文的用字。咱台湾人常常用动物来比想咱人。咱若讲咱台湾牛，咱知影迄台湾的牛实在是做甲在死毋知走吼。我一直感觉讲，太遮济台湾牛，因为我咧支持的人，真侪人为台湾咧拍拼，无计较，毋是咧计较钱，毋是咧计较名利，就是安戆戆啊去为台湾拍拼。所以我就写讲，我是一只台湾牛。这个我不一定是讲我家己。见着爸就拖咧走，这个爸即摆拢去互迄个火犁，还是迄个铁牛啊代替去啊。较早做事人就讲，牛犁爸无半项会，就是讲你拢无啥物才调啦，吼。所以讲，我是一只台湾牛，见着爸就拖咧走，这是牛的性。拖台湾一片旱之地，我这个旱字，我是一种象征。咱台湾你啊注意看，像一粒旱字啦，吼。拖台湾一片旱之地，拖看的出头天也未，吼。旱字仔囝若出头，就免甲人计较。我是一只台湾牛，永远毋惊无犁通拖。这是我对我所修的一句俗言语解释过来，讲要做牛，毋惊无犁通拖啦，吼。拖甲毋知走，拖甲年老，拖甲真正迄个牛拖袂振动啊。若较侪台湾牛为台湾拍拼，台湾就毋忙。所以你看我头前以前所讲的，就是讲，因为台湾人无认同这块土地。无认同台湾的意识，所以才会讲，予我钱，我就叫伊老爸。咱这里甲足好用的，台湾人是足好用的。伊是咧讲一个动作到什么程度。像讲，咱知影有一条歌讲，今仔日风真透，头家面臭臭，什么过来，唱甲爽甲好诶，好，我唱甲好，后壁无讲啊，唱甲好，伊去遐算甲唱甲安尼好啊，甲后壁什么程度无免讲，我会使，但是唱甲咱注意听，唱甲伊是入声哦，唱甲安怎？这个甲台湾人直接用的，算常用词啦。
这个角按照什么程度，到什么程度，当摇到要害，做到要死，这个角按照这个什么程度，这个角，即摆大家拢用迄个角一柄顶的角，这个角字用伤济啊啦，伤灰啊啦。你看迄个所有的角的音，流行歌拢用角一柄顶的角，我教你嘛用这个角，对啊，过来就讲迄个切角的角，嘛是用这个角。角安怎？伊本来就是讲，就是迄个一个动作方向到什么程度，较挖迄个角的意思。若要讲较挖这个角的意思，这个角，这个就是我是主张用双人平，个迄个假使的假，假设的假的正平，安尼较袂互迄个角的柄顶的角负担伤重。咱今仔日欣赏的这首萧鼎春老师所带来《我是台湾牛》，诗内底所描写的牛，一般伫咧台湾较普遍的，就是水牛。所以去，咱会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德英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台湾水牛。水牛，咱台湾人目前我听到说较侪班咧讲做水牛啦吼，伫较老辈吼较侪讲做水牛这个名词吼，因为迄日读文言的水牛这种物件吼，就是过去若较到日本时代到港复初期，咱台湾占咧7-8成咧是上介济，比迄种赤牛较济。咱一般人会讲做黄牛，其实台湾人毋是安尼讲，是讲赤牛。赤牛赤色，就是红色、红色迄个意思，讲赤牛啦吼。啊，黄牛就是卖车票的，卖电影票的，大商品在咧卖，来趁一寡所谓啊，迄种才叫做黄牛，爱安尼甲分别啦。水牛吼是一种足耐操耐磨的，当然主人嘛是会真较珍惜啦。所以讲吼，咱台湾俗语有一句讲吼。做牛的拖，做人的磨吼，迄就是爱认命意思共款吼。是有迄个俗语咧讲吼，你就讲做甘愿做牛，毋惊无犁通拖，像这种俗语，都是做有家己勉励家己讲吼，我甘愿做啥物工课吼，较艰苦都会当做阵，安尼吼，毋惊无迄个工课通来做，有个人安尼。时间偌济毋做工课吼，人时大拢嘛是会讲安尼，就会讲吼，甘愿做牛，毋惊无犁通拖，就是讲爱像牛安尼当忍辱负重来做工课。过去咱台湾人吼咧地动的时阵我来听老辈，伊是像我听阮老母，嗷，迄嗷就是咧叫牛停，毋通搁叮当啊！咱台湾的民间的讲法讲吼，土骹下底吼，所以讲土地下底吼有一只牛，这只牛吼会长角，长迄个肩胛头，即间。光这个地光了真重，换咧长过迄边肩胛头咧光，所以吼咧震动，安尼才会变一个大地动安尼。过去老辈足趣味哦，他们嗷，安尼哭咧险迄只水牛讲，毋通搁动落啊吼，动落就严重啊。我是一只台湾牛，见着爸就拖咧走。拖台湾这片旱之地，看会出头天未？旱时仔囝若出头，就免甲人计较，就免目屎流。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萧鼎春老师写诗。黄德英老师讲解自然文史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。